主后2022年8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回想搁坚持。圣经咱来读希伯来书第3章1节到第6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所以，恁当受上帝选召成的兄弟姊妹，恁着想咱所选任迄位做使者、做大祭司的耶稣，伊对指派伊的上帝尽忠，拄甲摩西伫上帝家尽忠共款。起厝的人比伊起的厝较尊贵，安尼耶稣比摩西应该着受到搁较大的荣光。所有的厝拢是人起的，毋过起造万物的是上帝。摩西做仆人，对上帝的全家尽忠，为着上帝后来所要讲的话作证。毋过，基督做囝治理上帝的家，对所仰望的，咱若用确信甲勇气来持守，咱就是上帝家内的人。回想搁坚持，得伫信仰面临考验的信徒，希伯来书作者甲因讲，着思想耶稣，因为耶稣是信仰选任的使者和大祭司。作者照着耶稣忠实领受上帝的召命，堪得荣耀，希望信徒伫面对苦难的时，会当坚持所仰望的信念和勇气，真正成做上帝家内的人。面对苦难的时，咱的信仰往往受到真实的考验，咱减会坚持信仰，也是伫苦难中放弃咧。1960年代，台湾白色恐怖时代，沙利教会长老廖文正因为台湾民主独立党的案件，奉行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，判刑12年。伊甲廖书豪、林凤允等亲友，拢因为共案件受押禁伫台北市青岛东路的军法处看守所，等待军法审判。有的人因为情节重大，甚至互扣脚镣。伫看守所的押房内面，除了顶面所讲即几位，也有几位的基督徒，包括雾峰教会的黄仲光、江炳兴、陈新杰等遮人。因互送到军法处看守所以前，拢伫调查局承受真济的酷刑。面对军法审判的恐惧，互因心内承受真大的压力。每主日、礼拜日，即阵基督徒受难者的组织做伙，廖文正照台湾基督长教会的礼拜仪式，带领即阵难友敬拜上帝。因伫礼拜的中间，也有宣调、读经、读启应文，佮唱诗学罗上帝。虽然面对生离死别、家破人亡的苦难，毋知明仔日还会拄着甚物艰难，因犹原斗阵做伙敬拜上帝，甲家己的命运甲对厝里的人的思念完全交托互上帝。接落来的礼拜，时间无可能真长，检彩也无讲道，因还珍惜做伙唱诗、祈祷、读圣经的机会。迄是上帝甲因同在的时刻，也是因重新得力面对苦难日子的时刻。因并无因为受迫害
就放弃信仰，颠倒因为信仰互相鼓励，彼此安慰。希伯来书作者希望信徒无论面对任何迫害和苦难，拢会当坚持所相信、所仰望的耶稣基督，成做忠实上帝的信徒。伫现今民主自由的台湾社会，咱可能袂阁拄着像希伯来书迄阵读者所受的压迫，也无啥会像廖文正长老因共款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。毋过，咱所面对的考验，却可能搁较大过因。伫多元丰富的网络世界，咱可能深陷迄中间，无法度自拔。伫凡事讲究速度的时代，搁较互人无闲伫迷失家己。伫不断更新的科技产品中，咱拍拼对日脚步，却常常感觉野线疲乏，失去信心、疼心甲耐心。咱是毋是有时刻咧思想耶稣呢？默想，面对便利的现代科技所带来的诱惑，我是受制伫伊，也是会当掌控伊呢？面对便利的现代科技所带来的诱惑，我是受制伫伊，也是会当掌控伊呢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感谢你诚做阮的帮赞，互阮会当亲近你，求你的灵帮赞我，互我伫陷入苦难的时，会当想起主耶稣的慈爱甲怜悯，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倚靠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